有，各位前有看过这本资料吗？承先启后一真如。我们看看夫人怎么讲了。这今日多少泪急涌而出，儿的爹以连麦而今目睹，多少年多少月永积而泣，多少情多少怨唯有泪哭，开万千苦处受，成就今日。历史前百折磨，谁人支持？各位前贤，看到这句话多么的心酸啊。每次喊到点人是想到父母老人家在这点滴就掉眼泪，其实他也是反射到妈妈，想念妈妈，看了妈妈怎么被折磨死的。大陆沦陷了，老钱的名气太大了，他的家人一样受斗争了。所以夫人里面呢，脖子上面绑个铁丝啊，铁丝上面挂着里面的砖块啊，铁丝里面呢弄进肉里面的流血啊，惨不忍睹啊。所以这教里面讲的百折磨啊。难怪老前人的孩子不谅解老前人啊，因为老前人修道办道，让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考验磨难呢。直到老前人出殡那一天，他的儿子才讲啊，爸爸，您当年的狠心是对的。出殡那一天才得到孩子的谅解，多么的心酸啊！各位前贤，老人家抛家舍业，家人不谅解。我们再看看呢，妇人怎么说？别多年，却不知从何诉起，独感叹，独欢喜，悲喜具足。想当年何等意，我然知晓。可今日你也是受尽辛苦。当时日家计贺，儿女待养，有爸爸犹如无，儿女不服。盖因为汝用心，儿女难晓；盖因为你受到大公无私，因为子女难晓，难怪怪老前人，难怪儿女不服啊。无怪乎大道者鲜少人情，子内众多的圆胎佛子，无理天早领命大帮助道，驾寒家了夙愿，成就天时。一切事皆过往，体又何用？一切事因消散，无经断俗。但盼你自保重，无以正就。沾汝光，立天际，归真返璞。多少话心头藏，无人可述。借沙盘数几言，你心该知。幸师尊与师母多方佑助，我儿女皆平安安居幸福。这天道实不假，修者可证。这天命实尊贵，方成今日。我则已尽到无怨无悔，无怨无悔啊！我今日会而面，方是真实。各位前贤，有几个人能够无怨无悔啊？我们都办到了道亲们，碰到小小的挫折就有怨有悔的抱怨啊，就怪仙佛不慈悲，怪前贤不照顾。但是啊，无怨无悔才是真功德啊。那我们今天看看呢，夫人对他的女儿、小家人要讲什么话？某某小女记几言。母亲借此沙盘险，未能当下会而面，可知感慨有万千。为母交代之一事，小女可要行谨言。汝之父亲已会面，当日话已呈现，否明汝父之事业，非是凡人可知全。为人之帅有苦处，老前是为人的表率啊，带头者啊，所以里面有苦处啊，所以善体护心勿弃焉。可知汝父深业里，常挂儿女泪连连。各位前贤，有谁看过老前人泪连连吗？我没有看过。但是夫人里面的点出来了，老前人也是铁汉柔情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而已。老前人依旧的泪连连，为了众生的慧命，
不得不抛家舍业，内心有多少的无奈呀！你看有没有人常挂儿女，一样会思念儿女，思念家人呢？但是只知道里面的领导担当后，未能表露思乡言，闹钱的隐藏起来呀。所以跟他里面的子女讲，不要再怪老前人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老前人。那我想要想一想一些前人辈的一些的牺牲奉献。你的或许在发一崇德接近大姑老人家很多，学生时代就常在义龙走动，经历看过也很多，所以就简单提一些事情跟大家报告，当个参考。他老人家在妈妈病危的时候，接到了讯息，要他回去见最后一面。心源是望，大姑前人老在日本无所看也。本来机票买好了，我言看尽，人性要出发了。由妄念故，那天晚上辗转难眠，妄想，性自清净。内心想，如果回去了，中共把我扣留了，回不了台湾。看者是望。那么呢，世界各国的众生怎么办呢？确立镜像，严氏功夫。如果回去了，作此见者，妈妈病危了，哪一个子女会离开病危的妈妈？我怎么离得开妈妈？那众生怎么办呢？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大姑前人老哭了，妈妈，原谅不孝你吗？为了众生，我不敢回去见您老人家最后一面，原谅不孝你吗？第二天机票退掉了，在日本啊，不敢回中国大陆啊。但他老人家内心那天内心都不安了。有一天，台中义龙接到了他妈妈里面的辗转里面的道经送来讨论给他做纪念的一件衣服，他妈妈归空了。义龙的点呢是打开了包袱，看到一件衣服，大家在商讨要不要给前人劳。如果老人家知道了以后，妈妈归空了，一定很伤心，一定受不了，那怎么办？但又不敢欺骗，最后决定交给前人劳。前人劳回来了以后，打开包一看是妈妈的遗物，一件衣服要给他做纪念。因为妈妈写封信给他，看到衣服就像看到妈妈一样啊。前人回到房间，门关起来，看完信了以后，看到信，看到衣服，就像看到妈妈一样。大姑老人家放声大哭啊，哭得肝肠寸断啊，各种悲哀谁能够体会？为了里面的尽忠，没办法尽孝，老人家内心多么的自责，多么的遗憾呢？各位前贤，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生病，而是遗憾呐，遗憾呐。华一崇德，民国69年有个大考验，有一些清修的人，他们认为仙佛是假的，要他们清修不结婚，所以闹出很大的考验，还有功德会的问题。结果老人家很伤心，在义龙每天里面对着南海古佛掉眼泪啊。民国69年，或许还是个大学生，或许常去义龙，或许去义龙看到老人家掉眼泪，就跟老人家报告：您好，有什么你们的心事讲出来，不要闷在心中，这样您老会生病的。您老讲出来，让后学们帮您老分忧解劳吧。老人家告诉后学：你是一个学生，你有什么能力帮我分忧解劳？你有这份心就非常不错了。我告诉你，年轻人爱面子，很多话不能讲，讲了伤到自尊心，不敢回来佛堂。为
为了他们的肺病，我必须忍耐。我眼泪往肚子里面吞没有关系，我擦一擦就好了。观世音菩萨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也没有掉眼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等待他们回头，终有一天他们会了解我的苦心，知道这是一场误会。我用时间等他们，因为我不忍心断了他们回头的路啊！因为我不忍心断了他们回头的路啊！南教的大慈大悲，委曲求全。就在民国73年甲子年的时候，很多人回来忏悔了，很多人后来领命当点传师了。他老人家里面的忍辱负重、包容原谅，感动了多少的后学呀！不愿意断了任人回头的路，这句话变成后学永久的座右铭啊！我们不要断了任何人回头的路啊！每一个都是老师的最爱啊，每一个都是人家父母的子女啊，要好的去关照每一个众生啊，不要把他度了，把他抛弃了。所以为了我们度了以后呢，就是要认真里面去关怀照顾啊。弥勒祖师讲过一段话：遍地撒种切椒除，一日点千忆往难。真道自贵暗调贤，莫成教化之集团。一定要去灌溉根源成全，而不是里面度了就给他抛弃了。